唐氏症是一种基因异常造成的疾病，目前台湾大约有3万个唐氏症家庭。3月1日是世界唐氏症日，唐氏症基金会望透过展览，让大众了解唐氏症。副总统赖清德也小连续4档拢到场支持，伊也讲未来的任期会搁投入400多亿的经费来照顾身心障碍者。唐氏症囡仔伫台顶跳舞展现活力。3月1日世界唐氏日进前，唐氏症基金会办展览，让民众认捌唐氏症。副总统赖清德也出席活动，承诺修法增加经费，帮助身心障碍者。身心障碍者服务法，我们应该要，如果有什么缺失、有什么不足，那我们应该要立即检讨改进，能够更完整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经费一定要到位了，到5年内我们要投入400多亿元。基金会表示，每1200个红婴仔就有一个可能是唐氏症的囡仔。台湾每年大约有50到100个唐氏症囡仔出世。最近因为医学检查进步，这款基因地数的症状伫出世进前就通检查出来，所以唐氏症囡仔有淡薄减少。即马你阵来讲去迄个妇产科去检查，医生讲，感觉讲可能哦，这个囡仔有可能是蚕宝宝啊，因都会甲阮的电话吼，系迄个即个可能产妇啊，产妇就来去做咨询啊，阮会甲讲啊，怎出世以后吼啊，可能伊爱做什么样早期疗愈。唐氏症基金会成立20几年，长期帮助唐氏症囡仔甲家庭，帮助这个囡仔找出家己的才能，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。赖清德也强调，政府会继续针对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法，为身障者打造友善的社会。记者郭文谢桂林新报报道。